Let's go！係我哋已經抵達荷蘭啦，然後發現阿姆斯特丹機場行李大堂，居然有咖啡車，然後我哋出發去 hostel 啦。喺車上面用 NSM 買飛嘅時間，買完都到咗站啦。提提大家上巴士記得上落車都要拍卡啊！然後呢個係我哋住嘅 hostel，剪咗陣片就出發去市中心啦。呢度嘅交通工具基本上一張信用卡都搞掂晒。出地鐵記得要撳掣啊！荷蘭嘅市中心啊，落雨嘅城市感覺都唔錯。於是我哋落咗去附近嘅地牢芝士店，想講呢度真係超級多唔同種類嘅芝士，包括啤酒味芝士，重點係可以免費試食到飽啊！然後行樓梯上一層會發現佢係一間賣窩夫嘅店叫。行下去到水壩廣場國家紀念碑，國家紀念碑係為咗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犧牲嘅荷蘭人。附近地下有零舍出眾刻住文字嘅一啲階磚。聽 GPT 話呢個紀念圈唔係刻人名，係刻住荷蘭唔同嘅地名同埋納粹集中營嘅名。行過少少會見到一間紀念品店，入邊有好多好靚嘅木屐飾品，好得意啊！一路行過去運河區，會發現呢度嘅屋斜斜地都幾特別。知道點解嘅大家歡迎留言 comment 啦！荷蘭嘅車真係要拍得好有技巧啊！佢哋真係唔會跌落去咩？我哋發現由7月26號去到8月3號係荷蘭好出名嘅彩虹周，亦即係同志驕傲節，係歐洲入面最大型嘅同志驕傲節之一。年夏天喺阿姆斯特丹舉行，會有好多活動去推廣性別平權。跟住我哋行咗去新廣場睇 Senior Pride Concert， 聽住大家一齊唱歌，現場氣氛超好啊！然後係時候返去休息啦。呢個人因為冇匙羹，然後又費事落一層廚房去拎，直接用咗個包裝紙去食咯。Anyway，聽日見啦！